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还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今仔日咱来到主的殿中，满心欢喜来学乐敬拜伊。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着夸耀伊的圣名，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咱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163首，圣诗163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来欢迎圣神降临伫咱中间，请起立敬全首。放下一切。
坐。这时，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中间，互阮认捌你，也认捌家己。求你帮助阮愿意来顺服你，知影啥物是你对阮的要求，互阮的所做合伫你的教示。你的行做常常超过阮所想，求你使阮有智慧，知你的心意。伫生活中会当活出你美好的见证。听阮的天父，求你带领阮伫圣神降临节，过一摆思考圣神降临的意义。恳求你，互阮学习安那伫真理的内面，对圣神的工课更较清楚了解，帮助阮会当伫生命中经验圣神的作为，会当意识到家己的罪甲有限。互阮来倚靠你，行伫你欢喜的道路。主耶稣，当你被出卖迄暝，你为阮设立了圣餐，教阮守圣餐来纪念你，直到你过来。恳求天父上帝，伫每一届守圣餐的时，提醒阮过一摆思想圣餐的意义，光照阮的内心，互阮甲主耶稣同齐道的时。互主的疼充满阮，互阮每一届拢是用虔诚恭敬的心来领受你圣餐的恩典，也恳求主耶稣帮助阮众人，特别是伫也伫憔悴、听候、观望的兄弟姊妹。主啊，愿你的疼甲恩典也临到因身上，互阮众人加入这个属天的宴席来彼此相订，同齐跑走天路。主上帝，只是恳求你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接到任耀生牧师的分享，互阮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得到你的感纳。感谢你阿耳听阮的祈祷。这时，愿未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天更归献给上帝，天更献给圣心给上帝，在基地，在基地，将来也永远的。这时，咱来启用启用文第14篇，启用文14篇也是以赛亚第46章，启用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1023页，现着咱三角来启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虽然地大变动，山口海中。海水也应哗哗吼，山因为海中摇拽，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至悬上帝徛起神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父讲，上帝就帮助伊。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凉。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
我个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医疗的作为，伊压一根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予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争倒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我个上帝做咱的要塞。这是咱来同齐领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甲21节，现着我来读。五旬节的日到，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伫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柱对伊出现，歇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予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迄时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住伫耶路撒冷。听到这个声响，众人就拢聚一窝来，因为逐个人听到门徒用因本地话对因讲话，煞硬去。因就惊阁奇怪，讲：你看，遮个伫讲话的，敢毋是拢加利利人？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逐个人住的所在的语言伫讲话？咱遮个帕提亚人、米利亚人、伊兰人，以及米索不达米亚、犹太、甲加帕多加、本多、亚细亚、甲弗鲁加及邦菲利亚、埃及、甲瓦郡古林内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国人。内面有犹太人，甲该装入犹太教的人，阁有克里特人，甲阿拉伯人。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在地话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大家就惊阁戆硬，问来问去，这是啥物代志？有人提笑讲，遮个人是啉新酒得醉。这个时，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大声对众人讲：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恁着知，注意听我的话。遮个人毋是照恁所想的伫酒醉，即阵才早起时9点。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上帝讲：伫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语言。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恁的老人会做面梦。伫遐个日，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我的仆人甲女婢，因会讲语言。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伫地上行神迹。有火甲烟雾。伫主大荣耀的日来临以前，日头会变做黑暗。月会变做像火遐尼红，迄时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接下来我们来读和合本的部分。五旬节那日到了，他们都全聚在一起。忽然有声响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话来。那时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聚集。个人因为听见门徒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诧异惊奇说：“看啊，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每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以及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
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侨居的罗马人，包括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谈论上帝的大作为。众人就惊奇困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是灌满了新酒吧。”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他就高声向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要知道，要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现在才早晨9点钟。这真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荣光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他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接下来，学老主日学要献的诗歌是《因你与我同行》。
这时，咱要请林耀生牧师来正道，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主着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老兄这平安。有3礼拜无甲大家人做伙做礼拜，恁应该嘛有发现牧师有较乌一寡。因为去遐拢咧拍音吼，逐工拢伫遐，若像咧践行共款。因为去到每一个所在，车落到位，搁过来开始行路，因为拢去咧看古迹，所以日头搁真美，规个15天的行程内面，敢若有1天落雨，剩的拢总是安尼，迄落日头安尼拢真美吼，所以安尼加在抑阁无脱皮，感谢主。咱嘛真感谢主，明达长老安尼有一个新的即个外佣来到伫因安尼会用来诚做因的帮衬吼，咱嘛来欢迎即个叫啥名？米娜，咱来欢迎米娜来做咱中间。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的即个圣神降临节。伫咧即个犹太教的即个也就是咱迄个讲的犹太教的即个五旬节奇怪，我的 PPT 大概若做着即个拢会安尼。好，不管你。五旬节嘛是叫做七七节，吼。这是伫咧即个犹太历的3月初6，差不多就是咱即个太阳历吼，阳历的5月到6月的即个中间，咱今仔日拄好是拄好5月28，所以拄好就是伫咧即个时期拄好就是伫咧犹太教的五旬节。即个节期拄好也是安尼拄好安尼对迄个搬过节了后，落尾手安尼拄好过7个吼七个迄落礼拜，7、7、49天了的假日，就是第一个迄个安尼每一礼拜的迄个第一天，拄好就是咱的主日的时阵，拄好就是50天，拄好50天的时阵，拄好就是咱咧讲的五旬节。主的教会也就是伫咧即一天来照着圣神降临来诞生。圣神的降临，乃是主耶稣伫咧即个还未上天之前，伊温度所安尼应允的。伊讲安那？伊讲我要将我的爸所安尼应允的降伫恁的身上，恁就要伫咧即个城里听候，直到恁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迄款的迄个困难。这是伫咧路加福音第24章49节内面所讲起的。也因为安尼，所以门徒因就开始安尼时常来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聚集。因伫遐聚集，但是因伫咧啥物所在聚集？那照教会的传统，就是伫咧咱的即个《使徒行传》第1章13节内面讲起的，迄个叫做一个楼房，一间的楼房。即个楼房吼，即间厝，即个房间，一般伫咱的教会传统内面，咱拢称叫做马可楼吼。是安怎称伊马可楼？是因为是迄个称做马可的约翰，伊的老母所拥有的。所以即间厝，毋若是干那伫咧即个安尼《使徒行传》第1章15节，以及咱今仔日所读的第2章第1节内面，即个讲到即2遍的即个聚会的即个场所，也有可能是耶稣伫咧迄个最后晚餐的时阵。迄个聚会地点，所以教会统称叫做马可楼。即间伫咧教会传统所认定的即个马可楼，咱即马所看到即张相片是即个迄个十字军东征的时阵所起的，
并毋是第1世纪的时阵，迄间的马可楼，但是迄个因为原始第1世纪所起的迄间，有可能，咱若是用迄个考古学来去看，知影吼。迄个第1世纪后来一直第2世纪、第3世纪，因为有经过战争、经过地动等等遮个，迄厝有可能倒去，颓废了，去待伫咧下骹。所以即间的，即摆咱看到即间的马可楼，有可若照迄个即个圣经学者因伫遐咧去安尼研究，有讲伊讲即间的所在的下骹面有可能就是迄个原地。本地迄个第1世纪的迄个马可楼的迄个位置，所以咱即马所看到，这是十字军东征所留落来的马可楼吼。当门徒伊伫咧中间，因伫迄中间伫遐咧主持的时阵，有那亲像安尼一阵大风，安尼甲吹，那亲像一阵大风安尼吹过来，安尼真大的迄个响声对天安尼拼落来。阁有迄个那亲像安尼火焰的迄个安尼纸安尼散开，怎啊安尼你通想象讲，那亲像那像像一个雷落来，怎啊散开去，伫咧每一个人的头壳顶安尼降落伫咧每一个人头壳顶面顶，拢有一个那咧火咧倒的迄个纸共款。这拄咧去讲起着迄个咧伊伫即个所在伫遐咧暗示着即个火焰的即个字，那亲像，甲着即个咱今仔日所读即个圣，伫遐讲起着讲圣神所属迄个北讲起迄个北国的话的迄个能力有关，因为那亲像火的迄个舌头，对即个咱若是对迄个旧约来看的时阵。咱会通看见上帝神充满伫人的中间的时阵，有几个现象，有可能第一个，伊是会互人迄个安尼有智慧、有能力，会通做迄个安尼真好的工。伫咧即个出来记内面讲上帝神甲伊充满，互伊有智慧、聪明、知识，熬做逐款的工业。所以，咱会通看见，当上帝神临到伫人的时阵，人会做出无共款的原地，超过伊原地本地伊会晓的。第二种的是，当上帝的神充满伫人的时阵，伊会通安尼担任领袖，就甲亲像即个约书亚共款，伊原地本地伊虽然军队着摩西。但是伊有完心，安尼时常安尼会惊吓，毋知要如何是好，因为以早拢是摩西伫遐带头，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当上帝的神临到伫约书亚的时阵，伊的摩西甲伊换手，以色列人就顺服约书亚，照上帝命令摩西的话安尼去做。第三。咱也会通伫咧即个旧约的即个圣经内面，咱会通看见，当上帝的神临到伫人的时阵，伊有可能伊会通担任即个安尼先知迄款安尼的角色。另外也有包括着上帝的神，当人互上帝的神充满时，另外佫有可能的现象就是，伊有法度来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伫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门徒因领受圣神的充满的时阵，因去讲起着别国的话，因就伫咧迄中间咱会通看见，因怎啊变做一个真有胆量安尼真有能力，佫有智慧。会有法度伫遐大声来向着众人伫遐来宣讲，伫遐来见证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咱会通知影，咱伫咧看着《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时阵，门徒因原地本地游玩，抑搁伫遐惊吓。咱若对路加福音的上落尾安尼来看的时阵，门徒因为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了。因原地心内充满了惊吓，
落尾手主耶稣向因显现，虽然因真欢喜，但是因幽怨，阁是时常是将因的房顶的门是关起来。但是这个时阵，当圣神充满伫因的中间的时阵，因这个时阵因无搁再惊吓，因有胆量，因伫遐来大声来着这个犹太人，甲伫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来因来伫遐来宣讲，讲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安尼迄款。安尼原地本地，因毋敢宣讲，当即个时阵，因伫遐大声伫遐来讲。为什么耶稣爱门徒伫迄个爱因安尼三个同齐聚集来听候圣神，直到领受圣神咱对顶面来迄个溃烂，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结果，就是门徒伫迄中间，因有法度去讲起着别国的言语。所以，咱是毋是因为安尼，咱就会通感觉讲安尼，互圣神充满的人，因就是会有法度，敢若会晓讲方言。如果若确实是安尼的时阵，但是咱嘛会通看见有真侪时阵，咱用方言咧祷告的时阵，是边仔的人是听无的。但是今仔日咱所看见的。遮个门徒，当因咧讲起着别国的语言的时阵，伊伫迄个中间，因是有法度互人听，有法度明白的。安尼，伫咧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到底伊要对咱来讲啥物话？咱会通来搁一摆来看，是个上去。是，头仔点唔对伊。好，所以咱会通安尼会记哩，圣经伫遐记载着讲，当人安尼伫遐咧讲起着迄个别国的迄个言语的时阵，的结果是啥物货？我毋知咱还阁会记哩无？咱若是照着即个圣经内面的记载。就是迄个有关巴别塔的即个记载，迄个是人组织做聚会，因伫遐拢讲共款的言语。因伫迄个中间，因伫遐讲，咱着应该为着咱家己来安尼宣扬咱家己的名，咱着爱为咱家己来起一座塔，为着要宣扬家己的名。结果就是上帝。互因伫遐讲起着别国的语言，因为迄个语言袂通，地到怎啊来天降，无法度阁继续来起即个巴别塔，人也伫迄个中间来怎啊地到来分散。当上帝阁一摆互门徒，因伫咧原地本地，因应该是讲共一款的言语的时阵，结果也。上帝互因搁一摆伫迄中间来讲起着别国的语言，安尼是为着啥物货？咱会通来看，咱会通对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总共讲几种的语言，吼。即张是伫咧第1世纪的时阵，差不多所有即个伫咧迄个时代的人，世界观，因的世界就是差不多就是安尼。也就是用地中海做安尼做中间吼，落去拓开的一个世界。伫咱今仔经文内面提起着讲，第一个叫做帕提亚人。帕提亚人就是伫咧即个安尼已经伫咧即个里海下骹遮吼。第二种的人叫做啥？马代人呐。有的经文的抄本面顶的翻译是写做叫做米底亚人，吼。第三种叫做以兰人，所以咱会通看见，也就是伫咧即个米索波大米的即个右边的即个部分，这个人国怪就是米索波那个不大米亚，即个波大米亚即个这个人，过来
犹太人，也就是伫咧耶路撒冷的遮个人，以及讲起着叫做加帕多加，这也就是牧师即届去土耳其的第一站去的所在，伫遐坐热气球。咱会通伫迄中间看见着伊迄规个地形是一个地貌，是迄个石灰岩的迄个地貌。迄个石灰岩的地貌，咱若是知影的时阵，咱也了解地质。迄个所在原底本地应该是伫咧海里的，所以落尾手因为迄个地壳变动了，原底本地伫咧海，煞去撑起来。有个所在甚至安尼有几啊千公尺悬的迄个山，规粒山拢总是石灰岩的地形。不过本都，这就伫咧即个黑海下面的所在。过来亚细亚，过来咧，迄个弗鲁加，过来庞菲利亚，庞菲利亚了，埃及的边仔就是即个咱即摆所谓的伊索比亚或是利比亚即个所在，甲着即个罗马的所在，以及克里特岛，甲着阿拉伯的所在。我毋知影，当咱看到当圣经内面讲起讲有遮个人来到伫耶路撒冷，搁咱即摆看到即个地图安尼的时阵，咱毋知会有啥物款的想法？这咧代表啥物款的意思？即张地图，通讲是当初时迄个时代的迄个规个世界观，是用着地中海最中心的一个世界观。即个对世界，会讲对世界各国安尼所有的遮个犹太人，是讲咱讲皈依犹太教的遮个人。当因安尼有响声的时阵，对天顶落来，有一阵亲像大风安尼吹过即个温度，即个时阵，遮个原底本地对世界各国安尼来到伫耶路撒冷的遮个人，因伫遐拢同齐伫遐来聚集，因伫遐听见着温度，用着因虽然伫咧因家己的家乡。伫遐咧讲起着的话，因伫遐来讲话。门徒用着别国的语言，毋是伫遐来高举因家己的名，因伫遐咧做啥物代志？因伫遐为着要是高举上帝的名，因伫遐讲，伫遐今仔经文讲，因伫遐讲论上帝的大作为，讲起着上帝的大作为。这拄好伫遐安尼符合着一个耶稣对门徒所伫遐所讲着迄个意象就是啥？伊伫遐讲起着讲，当圣神临到的时阵，恁就要得到溃烂，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原底本地上帝安尼来互。耶稣来告我了，耶稣命令因的是，因爱出去。但是这个时阵，因变做因先家己先关伫咧耶路撒冷，结果是全世界每一个所在的人来到伫耶路撒冷，来伫遐听见耶稣的见证。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因伫遐来讲论也伫遐。安尼讲起着上帝大作为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就是遮个对安尼世界各国安尼逐地安尼来到伫耶路撒冷的遮个人，因到底是啥物款的反应？因伫遐，咱照着咱今仔经文内面讲起着讲，因伫遐安尼感觉着安尼真戆硬，真困惑，安尼真着惊，安怎？因伫遐。安尼伫遐啼笑问道，讲安那，因伫遐咧讲，那像咧讲醉话。我想这也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军队耶稣的人，咱会去拄着的代志。
就是当咱来人伫遐来传讲着上帝伫咱身上的即个大作为的时阵，咱犹原咱会碰到同款的代志，因为因会感觉讲，哪有可能？因伫遐会伫遐感觉讲，啊，你伫遐咧讲笑话，你伫遐咧讲迄个安尼啉，你伫遐咧讲酒醉的话。所以既然若是安尼的时阵，我要讲就是，安尼咱是安怎无爱，咱是安怎无爱讲？咱是安怎无爱讲上帝？既然人都咱讲的，人会感觉惊，会感觉真奇怪。就甲亲像文道共款，是安怎咱无爱讲？咱反正应该，亲像伫咧即个以赛亚书内面，虽然讲以赛亚书53章内面伊安尼讲起着，伊讲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的气力捌对啥人显示？伊伫迄个中间，先知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着，那亲像所讲的所做无采工啊。但是，先知又伫迄个中间，伊怎无讲无啦？伊继续伫遐来讲，伊继续伫遐来宣讲，是安怎？因为伊爱忠心伫咧伊对上帝所领受的，上帝爱伊宣讲，伊就宣讲。所以咱若是用安尼来看的时阵，今仔日咱对上帝领受，伊对伊来遐大恩典、大恩惠的时阵，咱是安怎无爱讲？咱反正应该搁较侪来讲，因为上帝毋是看咱伫咧所宣讲的迄个成绩到底怎样，乃是看咱到底咱是毋是有忠心伫咧迄个伊所交托的迄个规个迄个过程。所以迄个是一个咱需要安尼一世人伫遐来忠心来伫遐做上帝所交托咱所应当爱做的代志。搁迄个代志只有干一项，就是人来宣讲、来宣扬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所做遐个大、咱讲大作为。所以，咱毋是讲别人的，咱是咧讲咱家己的。所以，既然是讲咱家己的，咱就无有啥物通好安尼感觉讲袂晓讲。因为迄拢是咱家己经验的，敢毋是？所以咱应该安尼继续不断伫遐来讲，不断伫遐来宣讲。因为上帝欢喜赐了圣神互每一个人，敢毋是？伫咱今仔经文内面安尼讲起着，伊伫遐讲起着，上帝伫咧，伊讲伫咧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来安尼。灌压伫咧即个见若有即个安尼血气的遮个人的顶面，伊甲讲起着恁的囝儿查某囝要讲预言，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做异梦。伫咧遐个日，我要将我的灵来安尼灌压伫咧我的仆人甲我的女婢的顶面，因要讲预言。当咱伫咧看见着今仔日即段经文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哩。伫咧16节的时阵，伊遐讲起着另外搁一句，伊遐讲这正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正是到底是咧讲啥物货？这是啥物款的意思？伫即个所在讲明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就是上帝伊赐了圣神，伊毋是干那只有互安尼某一寡特定的人士，亲像讲互牧师，也是互长老安尼那定。上帝伊欢喜将伊的神来赐了应允，伊所应允的是啥？伊讲互所有的人，毋管伊是少年人，是老人，也毋管安尼伊是讲预言，是看见异象做异梦，因拢做同一件的代志，就是伫迄个中间来人讲起着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弟兄姊，上帝赐了圣神，互咱毋是干那，互咱有智慧，会通安尼有能力来去做
安尼真好真熬的工，是讲担任领袖，是扮演先知角色，也是明白上帝的心意，安尼那尔。搁较重要的是，伊要互人伫迄个中间，当伊领受圣神的时阵，伊伫遐开始有胆量，伫遐有能力，来伫遐有智慧，大声来人来宣讲，见证耶稣是主，是基督。所以圣神伊的工作到底是啥物款的工作？圣神伊的上主要的工作就是互人来认捌着主耶稣，搁来伫遐来见证耶稣是主。所以圣神是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一个真要紧的工课，就是伫遐来见证主。当圣神当临到伫咱每一个人，咱犹原共款，咱嘛领受安尼的圣神的时阵，咱特别是伫咧即个教会节期，安尼到伫即个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咱应该搁较爱来安尼咱安尼上帝伊要对咱搁一摆来宣达伊对咱安尼迄个命令，就是咱毋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毋是干那读经祈祷，是听讲道安尼那尔，乃是咱爱来人来讲起着，人来讲起上帝伊的大作为。佮迄个上帝大作为，毋是咧讲其他的，是咧讲咱家己本身的，是咱家己所经历到的。伫遐来见证上帝的道，佮活出上帝的道，就较亲像咱伫咧咱的即个节期共款。咱看规个即个教会节期内面，咱安尼一直对大降节一直拜到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后壁咱会通看见，伊有发现，咱会通看见迄个青色的部分，第二段的长年期。啥物是长年期？就是咱当即个教会节期来到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咱国过来，咱就爱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因为圣神降临到伫咱啊。当即个时阵，咱过来，咱就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需要来人咱的家人、咱的亲朋好友、咱的公司的同事、咱的厝边来见证咱的所信，互人看见咱所活出来迄款的基督的迄个香味，迄个基督的迄个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活出来。过来伫迄个中间来欢喜甲因分享，甲因安尼，互因也会通欢喜，甲咱共款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因每一个人伫咧迄个主内面进前，因伫迄个中间，见若求叫主的名的人，拢要得到救。这也就是今仔日咱伫咧即个教会节期圣神降临节。咱今仔是安怎？咱即段经文是安怎爱用到21节来伫遐来讲？因为咱伫迄中间，咱毋是干那伫遐安尼过一个节期，咱是过来，咱要开始来活出来，就是咱要离开，咱行出教会礼拜堂的时阵，咱过来，咱要开始来见证咱的主，见证伊圣神踮伫咱的中间，咱。要去经历着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迄个安尼大的改变，迄个大的溃烂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迄个奇妙的改变。所以咱的生命，如果咱若确实犹原共款拢无改变，安尼我就要问咱心内，咱到底圣神敢有踮伫咱的内面？因为当圣神踮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生命一定改变。因为圣神伊会伫遐来光照咱的生命，互咱看见咱的生命内面到底有啥物款的误会啦，啥物所在？咱伫迄中间，咱伫遐欢喜，伫遐谦卑，伫主的面前讲：主啊，但求你怜悯我欢喜来改变我家己。咱毋是伫遐安尼，自对认捌主开始，就安尼共一个人。认捌主了，佮洗礼了，佮成做基督徒，安尼遐尼久的时间，咱犹原共款，就佮像共款，拢安尼拢像一丛树啊，安尼规丛好好，风吹袂倒，会开花袂结果。
如果咱若是咱的性命悠然继续是安尼的时阵，安尼无采圣神临到伫咱的中间，因为咱无真正来迎接圣神踮伫咱的内面，互咱的性命是一个不断伫遐来换新的性命，互咱的性命真正伫。因为圣神来充满伫咱的时阵，咱看见咱的性命，咱就伫咧中间来安尼欢喜来跟对。咱有可能咱毋是安尼，咱讲一步到位，马上改变，成做一个安尼，亲像主耶稣共款。但是咱的性命却是一个一步一步，哪来哪亲近主，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共款。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无可能讲一下就亲像主耶稣共款，但是咱上无，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每一工拢是进2步，退1步。我毋敢讲咱一步到位，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上无咱爱成做一个会用进2步，退1步。是安怎佫退1步？因为咱有旧性。咱当咱的迄个旧性会伫迄个中间，甲咱的迄个旧性，甲主耶稣伫遐咧创啥？伫遐咧拉扯，伫遐咧摔跤。其他咱毋是较赢伫咱的主，互咱会用进2步，结果咱上无咱敢伫迄拉扯过程当中，咱只有敢若退1步，咱就哪来哪亲近主耶稣。哪来哪亲像主耶稣，互咱的性命是会通当主过来的时阵，咱真正会通伫主的面前讲好，搁真中的路步。打通礼拜二，我会安尼甲我同齐伫遐欢喜快乐。所以求主帮助咱，特别伫咧即个圣神降临节的时阵，咱会通搁一摆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咱，来提醒咱，互咱的性命会通哪来哪。安尼，互主的迄个性命来安尼代替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哪来哪有主的香味，互人看见咱的性命，咱其实甚至咱毋免宣扬，人敢若看见咱的性命，人就欢喜意爱要甲咱共款，要来跟对咱，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迄款的款式。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但求你用着你圣神的风来吹响阮每一个人。主啊，你亲自来运行伫你家己的会中，来充满伫你家己所有你的正百姓，互你的教会。每一个属主你的百姓，拢欢喜来改变，欢喜来服主你的圣神来光照。主，阮无伫迄中间来逃脱，乃是欢喜来看见阮家己的性命的状况，搁欢喜伫迄中间来服主接受主你对阮的迄款安尼改变。愿你的神。亲自来不断来对阮讲话，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的性命，就阮伫迄不断的改变的过程内面，也会通来影响着阮的厝内的人，阮的厝边头尾，阮的安尼同事，互因看见阮的性命的改变，也会通将一切荣光归伫主你，来见证主你。用你的名，高举主你的名，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叫做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请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364首。将这命的杯，
伫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小组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建立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我就是换命的饼，求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退焦。求困我的人，我决断袂弃使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耶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领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照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菩萨长老。咱今仔日因为这是吐司，所以会请小会员摕饼摕到恁的手，吼，好。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是有伫北京教会洗礼，已经接受圣灵洗礼，咱拢欢迎伊来同齐来甲咱同齐领受。如果恁若是还袂洗礼，请咱毋通领受。
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领到饼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旁杯，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纪念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同工。主要所讲，即个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纪念恁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纪念恁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
咱咧等待时阵，请咱用祈祷的心来等待。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后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要来收杯，请咱来继续来吟圣诗364首，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杯子呢？
这时，请咱徛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坐你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奉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听，请吴承安执事甲方美珍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慈爱以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也让透过圣灵能够让我们来了解主你的大能，让我们明白你教导我们的旨意。我们现在奉献一点金钱为教会所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边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请坐。这时，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今仔日的金句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7节，咱先用台语汉字本来读，请。上帝讲：伫将我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恁的老人会做名人。接来，咱要来读和合本的部分。请，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章17节。接下来我们要迎新报告，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开始来看我们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今仔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礼拜中举行圣礼典，礼拜了有爱餐，爱餐了后要开中集会，请中集备办新。第二点，请咱兄弟尽量加入南洋教会弟兄姐妹赖的群组。第7月份开始，见若教会事工的公告，拢会铺伫这个群组。你若还未加入这个群组，嘛，请向有伫这个群组的兄弟来协助来邀请加入。第3点，各团体开始准备后一季，就是7月到9月聚会内容安排，请伫6月10日以前交予执事吴承安。第4点，咱教会要聘办干事，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5点，主日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请弟兄姐妹带小朋友来上主日学的时候，请不要把食物带进教室，然后以维护教室的整洁跟秩序。咱来看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6月初3早是9点到12点，伫相连教会。这个中会教育部要举办使用灵修教材带团契，若有兴趣的兄弟请看公布栏。第2点，6月初3早是10点，伫罗东教会。这个中会职场事工部要举办培训会嘛，欢迎咱兄弟参加。第3点，6月初10早是9点半到12点，伫济南教会要举办教会甲新媒体的宣教研讨会，欢迎咱本会的影音同工来踊跃参加。第4点，6月初10下晡2点到4点，伫头城教会南洋区的妇女联谊会，邀请讲师蒋梦正牧师，伊的讲题是在山林中遇见他，欢迎兄弟参加。第6点，6月18下晡3点，伫苏澳海事水产职业学校南门澳教会要举办第7届牧师周克修的感恩礼拜，咱甲恭喜。第6点到第7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大岛事项，请咱看每周的大岛函。注意事项甲顶周的聚会出席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的部分，请咱有排到的同工会当备办心提早来教会参加。会计报告的部分，若有毋对的所在，请会计提出更正。牧师毋知有补充。大家平安。牧师对土耳其回来吼，无啥物物件通好炸啦吼，敢若土耳其有一个真有名的物件叫做土耳其糖啦，吼所以安尼，咱的礼拜三的时阵，伫咧招待道遐会有放一寡土耳其糖，甲大家人分享。咱嘛透过安尼吼，大家人彼此伫咧中间领受上帝的迄个甜蜜啦吼。因为土耳其吼，啥物物件无吼，糖上济，逐项物件拢甜蜜蜜。所以互咱见识一下土耳其的迄个糖有啥物款的甜，迄个甜有到啥物程度安尼啦吼。等下咱有爱餐，咱今仔学堂咱有爱餐，请兄弟留落来吼。咱同齐来领受上帝伫咱的中间的听，透过爱餐，咱彼此伫咧中间来交易。以上。才提出一个更正报告，就是咱拄仔讲的具体消息的第4点，本来是讲蒋梦真牧师的主题是第3年中遇到他，即马要改做格马兰的牧者马街，那欢迎兄弟来参加。所以，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主爱妈妈的天父，因为翠安的解读，和新冠疫情确诊有升温的现象，佮加上最近气候变化大，造成教会内长辈甲小朋友容易受到感染。求主保守因有勇壮的身体，甲强的抵抗力，
互因袂去互传染。听阮的天父，乌俄战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求主赐下稳定、慈爱、怜悯，保护因。看顾保守伫战争中的百姓，刷起因的惊吓，保护因的平安，求主怜悯。主，我嘛要为着阮书记青少课主办的营队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对开始到落尾，互营队会当行伫合白你的生命内面。感谢主，遮个囡仔伫少期的辅导协助下，家己筹办暑期营队，对企划、课程、节目、人员的安排，拢是遮个囡仔同齐讨论甲规划。阮看到少期遮个囡仔，原本是互人照顾的，变做要照顾人的，用实际行动去回应上帝的听，甲将上帝的听分享出去。我嘛期待因透过服侍人的过程中，互因经历上帝你满满的稳定。爸啊，我嘛要为阮教会正当工来祈求，求你加添阮信心，互阮伫服侍的道路顶面会当彼此帮衬甲扶持。特别是伫教会无干事的这段期间，真侪事工是中职同工彼此来分担。求主加添聪明智慧，互天父所交付阮的服侍有信心的依带，不断学习彼此相听，包容彼此的无教业，用积极建设性的话语来互相鼓励。主爱天父，我嘛要为着教会中得到主的医治的兄弟献上感谢，嘛要为着目前辛苦白疼、心内忧闷的兄弟来向你祈求。阮要特别为黄珠姐、家珍姐、素贞姐、戴长老、甲美玉老师来祈祷，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宽容医治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为通赢过病痛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求你互因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这款艰苦的日子。求你互因早日恢复勇劲来敬拜你，用伊的健康来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上映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爱。上煞请牧师祝祷，咱起立敬全首。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
用请坐灭道避讳。